讲师早安。讲师早安。人生咱要如何
来听完这条，只是伊处理伊啦，然后大家做无用，大家做无用，但是咱来去体会，实际上我讲，学到以来，互咱加足侪空间去思考足侪物件，去体会物件。实际上，咱来到这个世间，咱来去利用一寡时间去体会咱的人生，咱内心的世界。因为呢，咱的心拢是拢用啊，真少用去看家己看内心的世界。咱的目睭拢看外在世界，真少看咱内心的世界。咱一直拢看外在环境，真少看咱内在环境。那么透过受到当中，透过受到因缘，其实有种因缘，互咱规划看法会，规别人看法自己。那么呢，所以听讲起来是好严肃，毋是像咱伫厝咧看迄个上课，看体育课，看咱咧形容倒来这，真正。因为咱上课有剧情，但是讲到伊哪无情啊？但是若我这款演员都不要演吼，演的到底大家就不太会看，这个问题就出来了。但是咱真正，咱莫讲一直讲用耳筒去听，用耳筒去看，咱爱用心去看，用心去听，莫咱去亲手体会。我是讲诶，伊开始讲这点小诶，无咱就会去答你个啦。咱讲就行，就边啦。过去呢，班学生啊，50个。这班学生有第一名和无尾名啊，一定有啦。到第一名和无尾名，老师拢对伊特别深的印象。有一届呢，像咱安尼一班安尼在上课，老师我看到迄个成绩上届摆的，我来读啦。平常时啊，对伊印象都无好啊。今仔搁看伊个拄拄哦，搁见到无欢喜啊。伊讲糯米人去爬个，真正哦，无采你爸母来辛苦趁钱，互你安读册，你安来到学校，安尼册个就咧拄拄，你毋就亲像糯米人，就是咧讲迄个第一名个啦。行拄好，这个第一名啊，这个时阵哦，这个老师，若讲做老师有哪较好，有哪迄个反应哪较好个，伊就讲啦，你来像母米人，你也看人伊个拄拄，搁摕册，搁摕把册摕掉个，你册摕个拄拄，差得济。咱人拢有一个分别，有一个性格，但是呢。咱今日去讲，咱今日拄拄阿囡仔，实际上咱一工拢无用，一旦无用落来，达到这个环境，这样亲近，这样熟悉，咱嘛真正会受袂过。但是咱拄阿囡仔，但是爱在听。咱做伊啦，爱用他做阿囡仔，我就想安怎？实际上。咱一工出去外口咱拍拼起来，都疲了，都忝了，规个方法拢无免食药啊，免啥物方法，就是倒去困就好啦。倒去困哪来个？睡就好啦，足自然物件。迄个囡仔生规工说足忝，你已经回去来，马来精神都发挥。所以咱要互咱精神好，必须无通定后去困就好。伊就足爱肯定不会困，你就叫安怎？所以，咱从阿弟我哋想要看见，咱来做就爱怎样做，安就好啦。这是我含蓄咧谈咱做款的互相来探讨的，但是我今日拿伊就给题目，拿咱做点。
是我只是一个不同的问题，以它的牵出来的作用。若讲讲话话，听袂完，咱阮两万多场。迄头讲食好完，咱伊过来听听谈谈的，感觉可以这样。讲受到以人生的关卡，个人私意，受到关卡，人生有关卡。受到无离开人生的关卡，但是人生无受到，有可能就无受到关卡。实际上，我大家下到以前，就嘛是逐工安尼去出去到，人讲路途生活习惯过，管伊日出有日落，反正别人嘛也去过，就我是安尼想的。路生活习惯过，管他如此又如何，反正别人也是这么过，反正别人是这么过，你是我讲的。真正咱有世间人款，大家人生就是讲安尼，忙忙碌碌安尼过，日出日落，我睇日头出日头落，反正我安尼过，别人嘛是安尼过。咱真少去啊体会人生，咱真少去啊思考人生，甚至咱真少去啊了解什么叫做关卡。正如我讲过，在咱受到了后，真正咱比较较有空间来思考一寡事情。咱过去我思考过，咱透过受到经验，咱慢慢去体会去啊思考。这是咱受到了后，对咱内心的世界、对人生的想法、对人生的看法，一款的体会，真的体会。所以讲，咱了解了后，到底咱受到什么关卡，人生有什么关卡？咱的人生，伫什么关卡甲咱卡住？咱会受到的过程，咱伫什么关卡甲咱卡住？这是学校在后面给他们做出来的探讨。第一，咱来讲何为关卡？什么叫做关卡？咱做查甫的呢，容易做兵，做兵我们要找500障碍，500障碍。那么第一个障碍是在飞的这关，那500人才够行买的。啊，特别咧出面中，即个飞这关，安怎飞入去？这班长安尼扛起一个柱子飞入去，所以第一关也袂过。第一关就袂过，所以过5关叫做500障碍。所谓关卡，就是种障碍。就是一种阻碍，一种阻碍。一种束缚。要讲真济啦，嘛是一种牵制啊。如果这是以受到来讲，若讲以人生来讲，一种痛苦。所以讲，咱咧走500障碍的时阵，第一关来做动了，这关你若能过，才能过这关。这关咱若无通过，咱就是这关咱的关卡，咱卡住，甲咱阻碍了，甲咱阻挡了，甲咱束缚了。所以咱袂当过关。所以咱当时咱若有咧看迄个歌戏啊，较早若咧见听哦，讲伊拍到啥物关，对底迄拍到啥物关，那么这关已经有迄个手续，有迄个官兵伫咧把守。那么经过这个关卡，必须要啥？必须要通过这个关卡，但是这个关卡就是有这个官兵伫咧把守，伫咧障碍、伫咧阻碍、伫咧阻挡，咱袂当前进。咱若要通过这个关卡，必须要啥？过关斩将，才会过关。若无，咱大家关
北，那呢，咱慢慢大家就会心中我管广泛是安尼。到底我在我思考过程是啥物物件来甲我阻挡？是啥物物件来甲我阻北？是啥物物件来甲我妨碍？可能大家认为这个世界的有淡薄仔影响。慢慢来。人生两年真辛苦，啊，阮读人生，做人生，人生做不清。人生两年做好写，但是人生两年就歹过。咱做一个想，人生来到人生到自然出世到现在，这个过程咱人生过了辛苦无？咱即摆来体会者，因为这种是讲人生。但是咱看现在这种自然人生，咱这种体会是上介直接的，这种感受是上介强烈的。咱做人生有辛苦无？有无？咱做比如，咱讲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，人生的无如意的代志，十人有8、9人。那么这无如意，就是咱人生足辛苦。人讲人生是一个苦海，这个人生海大无？海越大，变讲苦足济。来到这就是一个苦海，就是讲来到这个原理无为苦。所以讲咱人生有生离死别，咱人生有悲欢离合，咱人生有。咱人生有求不得苦，爱不得苦，满分辛苦，甚至怨天悔苦，苦痛苦，讲到尾嘛是苦。所以，佛甲咱讲人生的苦险，其实就是要互咱在苦中去治苦、去了苦，达到脱这个生死这个苦海。若无佛，伊唔免讲咱的苦。这个就是讲因缘果，可能因缘果。讲到苦，互咱知讲去体会到迄个苦的感觉。咱慢慢咱在咱这个人生的世界，在咱人生当中，咱才有所感受，甚至慢慢咱才去发心上的时刻。讲上介直接。咱打工做啥？我细汉时阵嘛是贪是大人去做事，咱个想看卖啊！咱自在农业时代，咱这样辛苦，透早从瓜车啊，透早天袂到就出去啊。迄种辛苦，甚至大人卖，我是看着是无亲身去做，但是咱自有去做过。咱自己这老婆，咱拢有去做过，这个苦咱才体会看卖啊。为着啥？为着三顿呢？为着家庭呢？为着子女，咱一世人辛辛苦苦，甚至咱讲过咧拖汉子，讲个我也是做对啦。你看咱做小可人，我听讲，人安尼听是话，做啊侪人拢歹讲，这是要感应一个回忆。回想，过去拖汉子，透早就读册，就爱去共不然是讲带。下晡时啊，转来就斗收番签。暗时啊，下晡时人当时伫个倒转来斗念汉字，规工拢是汉字。是讲，规工拢是汉字，靠大汉字，中道还过去啊。下晡时啊，就爱收汉字，甚至靠暗时啊人。汉字写起来，要念。迄种辛苦了，为啥？为啥？但是咱一世人辛苦落来，咱自己想看卖，我敢有去到啥？有啦，我
咱搁着这，这个非常多腰酸背痛，真正诶，你要反正这做事人辛苦，辛苦一世人到现在咱做别个非常过痛，非常过生命，咱主要个。 咱辛苦了，到代价。若讲问着人生来到这个日子害怕，若讲做假百姓，做人百姓，但是咱辛苦爱有代价到底嘛？你究竟我人生的过程这么辛苦，我有代价无？我有得到啥？就为了是，为辛苦命。 安尼落一世人，甚至在这段过程当中，咱都做下了最错错。这样咱人生这样生活，究竟咱意义，咱价值，这要家己去想，唔是无我安尼讲，就是安尼，咱家己去想。生命的人生，咱有烦恼的人生，都是在过这人生，但是生命的辛苦。 圣灵的辛苦，就是为咱日子嘛辛苦，为度化众生辛苦，为咱一个生死的代志的辛苦。但是咱今日子嘛，为了咱日子辛苦的命的辛苦，到尾啊，搁为了四生轮回轮回，哪呢？我安尼辛苦干来，所以讲咱拢为了这辛苦命咧拍啥？咱个想看卖。 咱自出世到现在，我数以来，咱拢这是公园的拍，按照叫，安尼叫。但是咱来想看看，人生到底有是安尼样？啊，都咱有讲过，咱用一空间时间去思考人生。人生来到这个这辛苦咧拍啥？咱有一个会自信。 做安排，为咱个命，为咱个福性，为咱个自信，伊个心甲家做安排，为了咱自信伊个归属在何处，做安排。环境，咱这世人为了家庭，为了事业来拍拼。 毋过，咱爱搁为着咱的自信来安排，再到世间通去生都是有的。未来咱的自信要归属在何处？这是咱在这世人人生的过程当中去安排。咱安排了好，迄个归属各方面。咱人生的过程，咱无去安排了，咱无去安排了好，咱自信的归属。 咱人生来到世间，有可能意义。人生真正要有过程，真正人生要真正有价值，一定要透过受到一段过程。咱人生有意义是因为受到的，咱人生有价值是因为受到的。过去的幸福无咱伊人生若无受到，今日就无幸福无咱。这点咱可以了解。 所以人生等于太辛苦了，为着这辛苦在辛苦，为着名甲利在辛苦，为着学生为着学业在辛苦，为着咱个人有方在辛苦，为着贪这个声声享受在辛苦，这嘛一时间一时。 工厂一上班事业在拍拼，倒转来了后，暗时啊，伊搁做无到咱去遐佚佗，咱生意嘛，咱辛苦。咱嘛是讲追求享受，追求度，就是多快乐，迄是多辛苦的代志。这个是啥？这辛苦啊，忝，这个咱的心嘛忝，咱的。 对啊，安有辛苦？人生过程愈简单、愈朴素、愈淡定，咱人生过程愈简单。咱
咱的人生过程，咱的欲望愈多，咱的事情愈多，咱的不良的事情愈多，咱的人生过要出辛苦。为着要通金命活哩，伊也有辛苦；为着要选择死咱的官，有辛苦。迄段过程安尼宣传，安尼拜访，迄段过程太辛苦了，为啥？为着命。但是官人就嘛是安尼过，无官人就嘛是安尼过，但是为了听辛苦。人生咱都在体会，互我年纪啊介绍咱袂少啊，但是呢，咱也要体会人生，因为咱要出来的人生，要体会人生是上界一只，咱可以看法，看过去啊，到底伊人生叫啥？讲无，更所以我袂笑，还佫讲了笑，来空空去空空。死后江山看罢，真正，换些咱人个老一辈手若挂一个金的吼，挂一个金。因为咱囡仔出世双手空空，到尾咱饱岁命要倒转去，一定还是双手空空。咱这身躯咱上该爱的、上关心的、上照顾的。这身躯咱就挂袂转去，何况是真话真本，你更加袂讲，含一条线咱都挂袂转去。唯有带来啥？带来咱这世人的做课程，安尼大，通讲带业奉献，搁带业来传承，安尼辛苦，带迄个业转去搁辛苦呢。搁带迄个业，搁来到这个，搁更加辛苦嘞。我安怎可袂了，遐可袂了。人生的生死关卡，咱若无去解决，咱永远人生上过咱可袂了。唯有透过受到咱财力去了苦、去脱苦的。所以在世道过程，咱有可能较辛苦，真正较辛苦。你看，今日当大拢去叫贵，咱来遮，讲来实，我们来遮把叫贵。我发现出国将无人养出来，叫对养出来，真正来遮叫贵。反正做啥子，好多讲起啊。其实咱这是哦，到底咱叫做养水，来遮咱事情拢无干了，旁边对点来边都讲啊，一般要我就干传的人，讲到讲马仔对咱就干传的人，咱怎么办？人生到底针对了针对结果来解决。哦，那么咱讲人生的关卡。人生这辛苦，就是咱人生的关卡。当然讲过，以人生来讲，人生的关卡都痛苦。所以人生的过程就是辛苦、艰苦，到尾来痛苦。人生关卡，咱时常咧听，听古语古的，自古英雄难为，美人关。美人难为，结关，叫做结关。美人难为，外关。既然咱英雄难为美人关，美人嘛是难为外关。女人难为男人关，男人难为美人关。但是金钱关不只是美人难为，男人难为。所以来到世咱，为人因为金钱袂过关。为人因为名利袂过关，为人因为感情失败袂过关，为人因为学业无顺利来袂过关。为什么现代的人的事务单这么难看？就是呐，伊的人生关卡，无同
通过。伊的心，伊的环境叫关卡来卡住，叫关掉，伊的心放袂下，上袂开，结果怎办？你来看，为学生读册，考了无好，结果考了无好，为人因为感情失败，把人放下，自杀，甚至害人被人杀。为人因为名甲利，被杀，为人因为声声来争斗，被杀，所以在人生的过程当中，咱的关卡平平爬爬，咱人生来到世间，拢无法度经过这个关卡。所以讲，咱若愈重视这个关卡就愈大，咱若愈重视习惯就愈大，咱若愈重命分就愈大，咱若愈重视命分就愈大。所以讲，来到世间这个关卡是哪平平爬爬，处就是限制，处就是设计。所以讲，咱人生来到世间，真正人生无好，人生愈无啊，人生愈险恶，咱人生关卡愈巨大，人生关卡愈大，咱人生的过程咱过了辛苦。咱想看卖啊，过去的物质无好用，但是咱人生，咱的心比较较好过，不过这辛苦可能较歹。但是即摆物质在咱好用，科学在咱文明，咱辛苦可能较好过，不过咱的心好谈上，更加歹。迄个痛苦的指数，这种痛苦的指数是一直升悬，毋过迄个幸福的指数一直下降。为什么？咱人生来到这个时阵，咱人生的过程愈过愈辛苦。迄种压力、迄种恐怖、迄种不安，你看，在咱的细胞一直跟它下来。所以我现在人，你看，虽然讲咱的身躯大多较好，哦，食得较好，开较好，毋过咱的痛苦愈来愈悬，咱的幸福愈来愈强烈。为什么？咱活人生来到世间，来到世间，咱人要过这个关卡，大家都无过，这是因为无过，咱的痛苦才会愈悬。过去的读册，我就像那个感觉，若无免为着读册就来自杀，若无免为着听感情的代志，即款咱过袂过，情爱关、学业关、事业关，含无头路来自杀。对嘛？咱的人生过这个关卡来讲，处该死。甚至来到世间当中，拢袂在这个城市过。咱是主尊来讲啊，环境失时袂文章。人生来到世间这个环境，讲的是一个迷分钟。来到世间大家都娱乐，来到世间大家都迷信，来到世间大家都迷买，人人感受各不同。大家对人生的感受不同款，新年对人生的感受不同款，天年对人生不同款，恶人善人，甚至包括种种人对这人生的感受不同款。人讲人生价值但命运，请看。我来人生观，人生来到这个价值啊，真歹去评论，但是请看我来人生观。那么这个个人的人生观是感受不同，所以咱人来到世界，这个人生观关卡我容易去突破过，就是咱的价值观、咱的价值观、咱的道德观来讲。
所以即摆的时代就是一个失落时代，失落道德是不是？嘛是社会的一个时代，嘛是社会的一个时代。所以有种呢，就是因为这些，咱人生才会看过，人生的关卡呢。所以即摆的人生，这社会变成哪？不服，做不做，夫不夫，妻不妻，拼不拼，拼不拼。兄哥抬小弟，小弟抬兄哥，囝抬老爸，老爸抬先生抬太太，太太抬先生，安尼人生状况真心太艰苦。为什么？每一个人会关卡不会，关卡若会，咱看会想对，咱去做饭嘛，咱去开人嘛，对。咱家己摆脱迄个障碍，迄个困难，但是毕竟困难，咱无经历。人生过程无受到，咱要过人生的关卡，一定比有受到较困难。为什么？咱无受到人生，咱内在无受到力量，咱内在咱无经历力量，咱无圣灵的经历力量，咱无不能理解思想力量，甚至咱无道条这个力量。咱来讲讲，有受到人无受到伊的内心世界的感觉。真正有受到人要在社会犯罪，真少啦。为什么？伊内在伊是可能，因为我咧受到。但讲因为我咧受到这句话，就唔同啦。因为我咧受到，因为这句话来做点好事啊。这句话会当人好事。因为我内在有神，因为我内在有天力量，因为我内在有仁义礼智信，这拢都是咱好事的力量，互咱帮助咱过咱人生的关卡。但是咱人生若来想到，要过这个关卡，讲来困难，足困难。所以讲为虾米咱来想到，就是咱，这个我用真正你要用钱买来，爱靠啥？靠的是。那么呢，讲起人生的关卡就是咱讲的，咱只是借人生的关卡，要来进入咱时代的关卡。咱头前讲名利也好，情爱也好，城市也好，感情也好，这都是一个人生过一个小的关卡。这个小的关卡若袂过，咱的大卡就会过。咱人生来到世间，什么关卡会过？就是咱的生死关卡。关系有关。来到世间，互你偌有才华；来到世间，互你偌有学识、有学问；来到世间，互你偌有权偌有势；来到世间，互你偌有钱。面对最后一关，无效。喊做医生啊，是了医生啊；做医生啊，叫医生啊。面对这个生死关卡的时阵，大关大头。咱来，医生，就是我着真正这个病来就好，我才会生，才会活。但是做医生啊，是讲医术咱唔多条，要把自己医病的生死，这个关卡伊无法度。是这样。咱讲时常讲一句话，即本来过会。吃100年，所以讲啊，过去人啊咧建军啊，爱杀出这个教育，即款人过吃100年，啥物人吃100年？世界人真少人，但是这个100年话，这是怎么记录的？是讲，即款人过的当啥？当过什么？人讲水不无。吃寿，咱若来到世间，这个生死关卡无过，那讲叫做啥？叫死亡。
超脱这个生死关卡。所以讲人有两手，但讲水不忘吃是，因有死无？因为心不死，因为精神无死。所以讲人讲自愿命自愿，屈愿了。几千年前，啊，佮听到空自愿、命自愿、屈自愿，那佢讲话有死无？为什么？已经解脱了到这个生死的关卡。人生来到世间，若无修道，要脱过这个生死关卡，则无可能。所以讲，咱为什么人过去人要千方名术万里求法法？要学名术一句，就是要解脱这个生死这个轮回。生死这个关卡无过，咱就人生相同的关卡。但是要经过这个生死的关卡，必须要经过到这个小小的关卡。你说，经过这个小小的关卡，太大不了一点分。所以讲，咱要校法过圣贤前途，为什么咱讲？爱校法过古圣先贤，要来修道，就是就要解脱这个生死这个关卡。那即款人过会，咱永远在生死，咱永远在生死。安尼哪呢？咱来到世界上非常的艰苦，非常的辛苦，甚至到尾啊，非常的痛苦。那么呢，首先咱讲到这个生死这个关卡，人生的关卡。那么讲了后，咱来讲修道的关卡。咱来讲修道的关卡。修道上界关目标的目的，就是啊，咱所讲要解脱这个生死这个关卡。咱师父甲咱讲，讲运道因何要修道？师父甲咱讲，咱个来反问自己，我今日为什么要行修道？咱师父讲，运道因何要修道？为了生死大平安，拢讲生死，为了生死大平安。出于关键顶不了万劫轮回无休啊！来到这个时阵，天道普渡这个年，三道普渡这个时代，这是一个独大的一个关键。出于关键顶不了，这个关键咱一世人无去了脱万劫轮回。生生世世就是咧轮回，为什么？咱的生死无解脱，生死关卡无去了脱。所以讲为什么我修道的因缘观来到这个这个因缘，来到这个因缘，那么因缘就是这个关卡。咱处理在学者年纪的时候，讲到这个关卡，咱就听到。但是咱学校不解释过，就是甲你做来，甲你教来，甲你主动，甲你束缚，安尼个关卡。即讲修道因缘观，学校分为会在、含会在，咱先讲会在，咱时常咧听，咱时常在咧求道迄间听句话。
人知，大家都买进，大家都对，大家都买。为什么？咱在今年的当中，伫这经验管理甲咱完收掉，这是经验管理甲咱卡住。所以过去呢，有一个上书叫做财联力。这上书呢，伊摸到了后，甲讲一句：莫用心诛一颗，救比婴儿晚色。金雕平静公心，教出三个传统。讲我有心诛一颗，就讲咱人你个拢袂出心，救比婴儿晚色，甲伊关掉，甲伊锁掉，我去做啊。可是伊讲金雕平静公心。金啊金，金啊金，就是讲这个金发到来，跟自然就天生出来，教出三个来道。这种的就成了跟教出了3000代的世代。认真来到才到对无认真的，这叫做认的。花花的世界的定，世界的名你进来这个定义。咱的先生，咱的太太，咱的祖母，咱的爸爸，咱的妈妈，咱的兄弟，这个定义。所以讲，咱今日多讲书评会会，咱来知影，咱今日多讲书评会会，咱所认为的这个定义。三座大海，我咱多讲书评会体，咱在会体使用，咱在家庭收用，咱咧做事业嘛咧受到，咱在家庭嘛咧受到，我咧上班嘛咧受到，我咧做生意嘛咧受到，我咧做事嘛咧受到，这个就是会体经营。咱就非常三强来说，咱就非常三强来说，咱要在这个会中咧生活，对不对？而且经验中，咱要生活。但是，咱要在会中咧生活，要做个经营，可是有这经营的关卡，你甲伊阻碍，你甲伊束缚，你甲伊阻挡，互人袂当受到。那呢，咱必须要安怎？爱去做法，爱去做法。咱来到世间，咱上界直接的面对啥物啊？咱的经验，咱直接上界面对啥物啊？咱的家庭，我无认为父母、阿母啊，做主办尔。可是这个呐，咱受到这种经验，可是这就是咱可能就是咱观察，我可能就在观察，我真的比如，我台湾有一个分队一个经验，伊做小点时阵，为着要参考、要食菜、要受到，因妈妈无受到。无想到要怎？甲关掉的。讲你要食菜好，用迄鱼来煎的，因带的，因讲带放物件来做，海。用迄鱼啊，用迄鱼来煎。你要想到北平仔唔要想到，你要食菜北平仔唔要食菜，甲关掉，甲锁掉的。所以伊要想到，伊要食到去，因的妈妈就是伊受到一个经验的关卡。但是，只要咱的信心嘛是强，只要咱的道心嘛是强，伊可以突破这个父母这个经验关。人即马就可以想了，人即马我今嘛后面想到是啥物？伊突破因父母这个关卡。咱讲阿我，大人家庭，蛮有那程度。太太的选择，来看，先
无受到三主主的，那气管也歹，也变到，心情无也变到，心情苦苦拄一动起来，唔食也变到，代志嘛是要想到。所以，咱来到世间，咱做人庶民会使，咱做人会使就咱要来会做新闻，这个关卡太济，咱爸母是个关卡，咱阿某是个关卡。咱要如何要突破前期的关卡？咱要如何来突破太的关卡？甚至咱要如何来突破祖母的关卡？咱才会有负担，或者咱的想做，咱的囝我来想做，食较老啊，来食啊，这项人食较要道理啊，食较要道理。无形当中就甲咱主导，甲咱阻碍。所以，咱说的难讲。咱是都知影，咱今日就讲输平规咧，咱在家咧想着，讲起来有多济方便，嘛有多济无方便。有啊，当时是一个做到有可能嘛通做到，因为毋是妇科，就是车业。先生若要收，太太若唔收，太太可以；太太要收，先生若唔收，先生若可以。甚至。毋是夫该就是主动，毋是老爸甲咱做个，就是囝甲咱做。安尼变做，嘛，阮爸爸妈妈咧做老，我买收做。阮的后面某囝女叫我唔收，嘛我买收做。那安尼，咱就袂当突破这个收到的人的关。人生过就关卡，何况咱收到要超过这个生死轮的一条关卡。咱就爱想办法去突破，莫伤害着，别个搞掂，莫伤害着，夫妻搞掂，莫伤害着，无要健康。大概讲嘛，咱家己拿，咱做囝，老爸老母若要甲咱做坏，咱做囝就甲爱听话，咱做囝就爱听话。若先生要甲咱做坏，咱想到，咱做太太就甲爱。把处理好。咱做先生啊，咱做先生若要受到，太太蛮受到，咱做先生啊，对家庭、对事业、对工作爱对到这个，安尼才会完好。那呢，才会关卡一定会过。所以讲，咱今日做老师评会，一样歹想的。讲起来，咱无妨碍咱受到，咱无妨碍着咱做事业、做农业、上班、做生意。拢无妨碍，过在无妨碍当中，在方便的当中，都无方便。这无方便啊，关卡。所以咱时常讲一句话，叫做啥？因患。贪患。因患，所以患就是环境，环境，不管什么，不管亲啊。我对玻璃不在。咱讲啊，我看嘛。就是因为环境、环境来耽误了我的兴趣，就是叫因为一切的环境、甲咱做坏了，咱做不了，咱袂当出来想着做坏着，咱就想着
来谈我在电影院，啊，就变个是电影院，咱从这个是电影院，这是我去倒起来，一定要去面对。过去呢，过去，咱讲一个，咱讲个咧皮肤，过去咧黄河传说了，这个上主要受到因皮肤嘛，我受到。害因老母伤心流目屎，我因老母把出来生。你看，做囝要受到害老母伤心流目屎，把出来生。安尼这个囝就好。伊咧细汉甲讲甲看，这个囝就好。但是皇后传书讲一句话。伊讲气温一部位，形式保护者，爱正视放弃家己的皮肤的温情，真正你受到磨到达到遐开放，这是一个真实质的一个保护的人。那么，我爱想，皮肤的温情比海较深，比山较悬，咱这世人咱无保袂了。咱这是人安怎保护袂了？为什么父母迄个辛苦付出太济太济？咱讲这世人讲我食，我穿我大，我咱就这个温情保了吗？保袂了。所以皇后禅师伊忍着伊的悲痛，伊讲一句话，真正就爱暂时啊放弃着家己父母的温情，去受到学到真正安尼才是一个保护。所以讲，咱做囝的，若讲咧受到第一步，咱受到人甲咱讲不好，咱来去忍受。咱只要好好受到，达到